那可不可以聊聊？好啊，为什么不聊？早就应该聊了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不好意思。就爱搔首弄姿，一个女孩子，人家到大城市讨生活，找个依靠难免嘛。整天就知道勾引男人。她根本就不是那种虚荣的女孩，物质上一点追求都没有。蛮慢热，然后蛮认真的。因为他是我们拍摄半个月之后，他才开始有说话。因为现场他其实蛮拘谨，这么多人7、8个人，你要怎么直接去聊？你要直接去聊也很突兀，也很不礼貌啊。但后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 close 的戏越来越接近，我就会请我助理去跟他们助理讲，因为我会先叫我助理先打好关系，打好关系之后，说那可不可以聊聊？好啊，为什么不聊？早就应该聊了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不好意思。他说怎么不聊？我现在每天都聊好不好？因为他也看过我一些戏，然后他觉得赵老师特别好，特别打动人心。我就不要这么讲，就是继续。是你们会聊的话，都会聊什么？基本上都是聊试一下的东西，就是一些打屁的话，我觉得他身兼好几职，他会把小孩带在身边。每次去片场都把小孩。没，基本上都是有保姆，还有爸爸妈妈在一方面就是他也是想要带小孩子，我觉得做妈妈的很大。你们会谈小孩话题？有聊过几次，但是没有特别聊下去。我从来没看过啊，只有我看过，因为我是演员，所以我有那个版权可以看，因为台湾看不到。因为你演之前有跟小薰讲，他都知道，像他都会把他的剧本叫我让他看，叫我跟他说，有哪个地方可以去做修正，然后什么要做会更加分。我会帮他看，通常我会帮他看，然后他有我一直接什么，然后不是写的来讲就是什么。这亲密的部分，这是彼此的工作，有什么好？然后我跟他讨论，他说神经病，现在大家都在冲美食，我干嘛先就好啦。先冲事业吧，大家第一先冲事业，因为他越来越好啦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不需要就是恋爱太久，你可以结婚的感觉。我觉得现在各自有各自想要追求的东西，先把它做好。那我觉得在一起嘛，就是一个精神上面的寄托跟互相扶持、互相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讨论，但是就是我们先把自己先在历史完结，再打算，反正顺其自然不讲究。可是你没有规划说大概几年之内要跟他结婚？我们没有特别规划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回馈给我们的东西，先把不要辜负人家的事情做好。我妈真的废物。天哪！哎，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困难就是你就要先吃了好几次水，至少可以1分钟以上，因为我泡在水里面，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声音，听不到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好的正义，然后到最后也受不了，水一吃进去，再会有上，就会有点窒息。对，吃到水已经有点危险。对啊，有点窒息。但我觉得至少我每次冲上去的时候，晃有没有拍到？有没有拍到？有没有拍到？我说如果还没的话，那没关系，那再给我10几分钟，让我缓解那个调试一下，不然那个换气换不过来，其实是。所以那天你试了几次啊？拍了几次？我记得6次。
不行。